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0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也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42个本土病例，109人死亡，468个中重症，其中有3个囡仔出现脑炎情形。南部疫情等咧加悬，有妈妈抱着婴仔伫急诊室外口等2点钟，拢无法度互医生看。有病院表示，这医疗量能剧烈情况下。有家人讲，真侪囡仔拢已经往生啊，引起争议。目前调查局也正咧追查一个获罪持立方的推特高作。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42个本土病例，也有61个带病入境，109个人死亡，468人中重症，其中有3个囡仔确诊，可能是有脑炎的情形。另外，6月7日到6月30，依持目前的防疫政策，另外指挥中心也要设大型的这自动疫苗注射站，赶紧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解新的说明。昨天本土病例增加的20042个，好，那比前几天的话少了大概1万多人，好，那境外移入的好有61个。好，那今天新增的468名的这个中重症的个案哈，那所以累积目前是5285名的中重症，那另外新增109例的死亡，所以目前累积到1312例的死亡，有新增3位这个脑炎的小朋友的个案，不过病况都已经顺利的治疗之后好转，也出院了哈。那我们目前累积的这个儿童的重症个案，目前是总计25例哈。那一般防疫的措施，我们6月1号起，跟到现在一样，基本上这些戴口罩相对的，这些防疫措施是没有改变，请大家还是要遵守。我们从中央再拨补这个疫苗下去做这个施打。第二个部分，我想我们会用这个公立医院来协同这个做这个作业。那么初步的规划我们都是规划在室内，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热了那怕这个孩子他们酒后，那我们都规划在室内。有真侪民众的确诊隔离通知书到大陆也未收到，不过这所谓健康证明有增加一个功能，就是这通知书会当伫系统顶头补发。26进前确诊也未摕到通知书，或者是27了后确诊过3天也未收到，民众拢会当去系统申请。30开始上线，早起10点外时阵，已经有7000多人去登记要补发咯。确诊数一直增加，进前民众为着要摕到隔离通知书，伫卫生所外口排甲落长，引起民怨。面对通知书大塞车的状况，行政院25开始提供线顶开立，30补发功能嘛上线。便若是伫5月7日到26确诊，还未摕到电子隔离书，还佫有27开始确诊3天内无摕到通知书的民众，拢会当申请。比如说手机号码啦，或是这个住址的地方不是格式不是很对还没有取得这个电子隔离通知书的民众，那能够利用我们这个系统来申请补发，那以降低我们第一线行政人员的负担。政务委员唐凤嘛伫记者会顶悬解说安怎来使用功能，手机点开健保快易通也是网站，伫所谓健康证明内底都有申请补发通知书的选项，填写正确的地址和个人的资料，安尼就会当来申请下载，嘛会当到超商来列印，刷落去嘛会规划接触者隔离通知书补发功能。大概都会有一些补登补填的这样的需求，所以今天这个纸格数补发上线之后，那我们紧接着就会来规划这个补登跟补下载接触者的隔离通知书的这个功能。根据行政院统计，目前差不多有确诊者2成是自主回报系统资料填写无完全，也是讲错误；2成5是发散感情无填写到，所以顺利摕到隔离通知书的敢若5成5。估计有50万人无收到，呼吁大家会当加来利用。也若系统30完整上线，一直到早起10点，已经有7000多人登记使用。记者综合报道。
4月中的时阵，伫中和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确诊了后煞来变重症，就被送到病院，也是救无回来。今仔日囡仔老爸就出面讲，要求这新北市政府就爱互因做爸母的一个交代，为什么会延误到这个黄金救援时间？等救护车就要等80分钟才来到位。新北市长侯友宜无针对家属的急期来回应，伊干那讲，希望遗憾莫再发生。相片内底顶冠身穿红衫，笑甲真欢喜的是2岁查某囡仔恩恩。厝内底人检出伊上届古水的相片。4月中，林先生确诊新冠肺炎，伫咧新竹隔离。因牵手甲大汉查某囝还有恩恩，伫咧中和，伊嘛小连续确诊，发烧是烧甲真厉害，嘛伫咧中和隔离。代志发生伫咧4月14迄天，恩恩常常毋知人，而且出现几分数会喘等等的症状。翁仔某是真着急，连续敲互中和卫生所1922，落尾是敲互119消防局，控诉互恩恩等81分钟才坐起救护车。第一通拨通之后，为什么到7点20分救护车才有办法到达我的家里来？这个时间算起来实在很漫长，中间81分钟的等待。因为隔离，无法度甲囡仔见上尾一面。手术办了后，整理心情，林先生为电信公司遐调出迄天所有的通联记录，要来理清责任。不过想到这个外月以来的心情，伊也是感觉真自责。在离世当天，其实他就一个孤零零坐着礼仪车的车，就离开双河去羽化了。我们没有办法亲自送他。针对这件代志，新北市卫生局书面回应讲，代志发生迄当阵，伫咧传染病防治的规范之下，已经全力做出因应该做的代志啊。那消防局是表示，这个案件互中央修改确诊者就医甲警示症状的指引，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再发生。嘛，因为这件代志讲话讲到后天，新北市长侯友宜是无加做说明，竭尽所能来挽回宝贵的生命，对每一个生命，我们都要尽更大的周全，不要让遗憾的事情发生。林先生伫日7寄申请书予新北市府甲疾管署，希望因会当公开相关的资料，予因的家庭一个真相，嘛希望伫接套疫情之下，唔通阁发生类似的悲剧啊。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南部的确诊人数一直咧增加出来，顶礼拜六暗时伫高雄，有民众看到一个妈妈抱着婴仔，伊徛伫咧急诊室外口2点外钟，拢等袂到医生来甲伊的囡仔看。另外，伫台南的成大病院也讲，最近这急诊人数平英国搁较济，中重症病人增加出来，甲成大病院的医疗量能用甲要紧绷啊。高医急诊室外口穿着防护衫的工作人员载了病患全面消毒。高雄确诊病例数连续几天关过台北市，显示南部疫情咧拖。有民众顶礼拜六带确诊的父母到高医急诊室，伊讲长工等6点外钟才离开，过程当中佫看到有女子抱着规身软膏膏的阿婴仔，等2点外钟还未看到医生，让伊非常唔甘。距离至少20-30公尺以上都可以听得到。妈妈在那边嚎哭，说谁来救救我的小孩？谁来救救我的小孩？林先生甲规个过程发表伫个面册社群，高医回应，当时拄有确诊的阿婴仔出现重症的病况，医护人员咧插管全力救治，才请民众等待。不到1岁，呼吸窘迫哈，那可能需要插管，这是属于重症的个案，所以在我们急诊室现场在处理这个个案的时候，就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心力。病毒量还蛮高的啦，可能有时候自己没有确诊。可能到这边来一次就会确诊，就3-4个小时也有。但你觉得是可以体谅的？可以。高医表示，有甲民众讲嘛，诊治了现场所有的民众，建议厝内若有确诊轻症的儿童，会当利用快筛阳性门诊，减少着等待的时间。但医疗量能非常紧迫的状况，嘛出现伫台南成大病院急诊室表示，阳性就是确诊的政策上路了后，急诊的人数甲过去高点比起来，增加1倍到2倍。开出来这个床数呢，是几乎全满的哈。那我们甚至要启动到像各位所了解的有些并不是。内科或感染科、胸腔科的医师呢，也要加入这样的一个战局了哈。成大表示，收治的病患中重症的人数慢慢增加，病院医疗量能强要满起来，嘛烦恼若是疫情继续拖，中重症的人数增加，可能有病院亲像进前北部医疗放弃的状况。记者王柳婷、林昭权、温正平、高雄台南报道。
即马国内政策讲是这快筛阳性，若准经过医生认定，就当作是确诊。不过有民众反映讲，已经出现镜头啊，伊家己做快筛，说是拢是阴性的。就代医生建议讲，会当参考国外研究，伫鼻孔抑个牙后拢家做采检，准确度会来到90%左右的，也会当甲这稳重的感染者找得出来，量早治疗。新冠本土疫情进入高原期，社区也是有传播的风险。最近有民众发现讲，家己出现牙后疼等等的症状，不过快筛6届拢是阴性，未手所验出阳性确诊。有医师表示，敢若验一支快筛试剂敏感度敢若有70%，建议参考外国的研究，用2支快筛采检鼻孔，也有扁桃腺的检体，会当提升检验的时阵的准确度，会当达到8%左右。若是量早验出来，会当量早请医生开药啊食。病毒可能是从喉咙这地方开始。那在加拿大，他们也实验，如果单采喉咙的话，也是大概只有70%左右，所以还是要双采呢，才能够维持到80%。李建忠表示，Omicron病毒上大的特色就是先攻击牙后，真侪患者牙后拢像倒咧刮共款遐尔艰苦。不过流鼻水的人是无侪，快筛若是干那为鼻孔做采检，真有可能就会让过病毒量上介侪的牙后。所以建议推广鼻孔甲牙后同时做采检，来降低社区找无到的确诊者。累计今年以来，国内确诊人数已经达到1788000多人，有1203人重症死亡。有专家推估，这波死亡率应该在6月中左右会开始降低。今天30号再加1个礼拜，差不多是6月5号左右。那6月5号左右假如说我们病例数可以开始下降的时候，10天以后。10天以后，我们的死亡率就会下降。加拿大副总统赖清德顶一日去台中视察快筛阳性免落车做 PCR 的时阵表示，伊烦恼中部会面临像北部同款疫情的高峰。不过，卫国斌认为讲，台湾是一日先外宽，小北因为人口的密度悬，围着的人数嘛较侪。中南部疫情结果就是安尼啊，若是要加悬，袂拖遐尔久。建议民众都爱接洗手、挂喙安，保持卫生，剩下就唔免伤过头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日前有公告，除了这中央政府所针对这6岁以下发5支快筛试剂以外，台中市针对2岁到12岁，搁再加发2支，对30开始会当去到里长办公室领快筛试剂。不过有里长伫咧卖怨讲，这宣布还宣布，这名册甲快筛试剂拢无送来，民众来领却拢领无，害因会强骂。里长办公室的电话响袂停，有真侪通拢是敲来问台中市府发的快筛试剂要安怎领，嘛有袂少等袂落去的民众直接冲到里长办公室来问。我在那个电视上都看到了。对啊，因为他就时间一改再改啦，所以就不好意思让你又跑到。民众实在真着急，因为台中市府宣布，除了即马全台6岁以下全面发5份快筛，市府搁再针对2岁至12岁适合集伫台中的囡仔，追加1个人发2份快筛。30开始，除了4大管道以外，家己照顾囡仔的人嘛会当透过里长办公室来领。不过已经到要发放的日子啊，煞有真侪民众拢无领到。很奇怪啊，就是步骤都不同，就会让我们人民啊，做父母的也很担心呐。30号由他们先去做作业，然后之后改31号才有名册出来，实际让民众拿到，或许可能已经是6月1号或2号的事情了。里长讲实在真无奈，除了安大民众嘛，敢若会当留因的联络方式，等快筛试剂送到位了后，再个通知因来领。不过嘛，承受袂少家长的不满甲压力，市府民政局表示已经加速咧处理。这个名册跟筛剂，我们会在后天，也就是5月31号下到各公所。市府表示，因为快筛试剂交货甲配发的流程签到，而且列名单嘛需要时间，按算5月31才会当完成。虽然强调已经加速咧处理，不过政策甲第一线超无好势，也是引起袂少怨言。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进前有公布上届新的振兴方案，金额有到345亿。不过，真侪业者拢认为讲这是无啥帮助的。那准较大间的连锁餐饮业者，因是希望讲会当亲像旧年同款，要有薪水补贴，也要有减少电钱措施。另外，补习班也讲，这疫情后学生停课，家长要求爱退钱，政府却拢无注意到补习班也是需要救助的问题。第3波的疫情已经再一次冲击的我们产业，越单价越高的影响越大。
餐饮连锁业者伫咧嫌讲，虽然行销补助方案搁再加码，预算有到36.25亿，严格补助上济10万块，对营收正受影响的大型的餐饮业者来讲，帮助无大。可以比照21年这样每个合法投保的员工营运资金补助1个员工1万块，高峰电费19%还涨。若是餐饮业嫌振兴的力量无够。这边因为疫情面临停课退费的报告业更较不满，因为这边的振兴措施看袂到也食袂到，真济受困振兴的孤立。我们1毛钱、1块钱都没有，这个实体跟线上必须同步的来运行，那所以成本非常非常的高。不管是你被匡列，不管是你确诊，不管是自主你不想来，我们都必须全部退费，没有条件。立委认为行政院所公布的这部振兴方案，金额345.6亿，无详细盘点受影响的产业，政府一直排济野钱，拢无开得的重点。产业的救命钱，结果呢，却在3天之后突然抛出来这么的草率，这些政策，你的补助方案到底能不能实际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立委为受冲击的业者发声，希望行政院赶紧进行第6轮所缺的检讨。应该纳入保险业、健身业、机动车等行业。另外，各度客运振兴方案也应该赶紧规划，解决业者的困难。记者综合报道。观光产业受到疫情影响，政府要投入55亿来进行观光。花莲县政府也有补助，也有抽奖活动要来拼观光经济。不过业者也拢讲，这效果是真有限，而且民众无要出国行大，这补助等于是看有食无。观光景气到底好无？问在地游览车司机上知影，因为无旅客，有袂少人早就咧放半薪。即马个企业公司要求讲6月以后要放无薪假。本来快5月份，现在已经宣布都是给半薪假而已，然后6月份开始他又说要变成无薪了，没有薪水，可能到9月。今天公司又说叫我们签一个什么减工时的一个表我们这些司机也不晓得该不该签。另外，5日这3天连假，花莲的旅宿业者因的订房率无到3成，业者感觉讲，去年都已经是趁无钱啊，今年又搁生意遮歹，对政府55亿个整形观光计划感觉真无奈，不如讲直接拨现金来纾困搁较好。看得到吃不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敢出游。那你再多的补助来说，对业者的实际帮助真的是很小啦。其实振兴真的要等疫情控制以后才有办法做，那当务之急其实应该说如何让业者继续生存下去。除了中央补助以外，花莲县政府嘛释出专案，民众若是来这佚佗，就会当抽奖，团体入大，还有当有奖励金。针对旅行社，我们就是提供，只要到花莲合法的旅宿住宿1晚，我们就可以补助15000块，一团30个人。那针对自由行的部分，我们推出了特斯拉等你抽的这个活动不过，嘛有旅游业者表示讲，假日还阁是有散客来吃，以少年的为主，囡仔家庭是有较少。只要若是讲疫苗甲做好势，费用挂好势，政府这个补贴对旅游经费来讲，嘛是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去到哈尔科夫慰劳前线官兵，这是战争了后伊头一届出现伫基辅以外所在。泽伦斯基除了感谢前线官兵，也公开谴责哈尔科夫地区的安全局长，认为伊拢无伫咧保护城市，也当场宣布甲伊开除。乌克兰军人伫咧前线盾的刺客损失，这是目前俄罗斯甲俄国两国交战上猛烈的地区。驻守伫当地士兵迪米卓本来是教英文的老师，不过伊即马上惊接到停火命令，拢是因为过去的经验甲教训。Зеленського, а за Україну пішли. Якщо зараз скажуть все перемир'я, ми домовляємося по мир, це буде дуже негативно і це відверне навіть тих патріотів, які всіх, не всіх, але більшість патріотів відверне. І вони розчаруються. 共款拄到猛烈炮火的第2大城哈尔科夫，离到迎接总统泽伦斯基。这是2月24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以来，泽伦斯基第一遍伫基辅以外地区出现。泽伦斯基到前线本礼物慰劳当地士兵，也甲当地官员讨论重建的计划。
Не було жодного дня, щоб ми не старалися знайти більше зброї, більше сучасної зброї для захисту нашої землі, захисту наших людей. І я вдячний кожному і кожній, хто тримає оборону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а і демонструє окупантам, що мир все одно буде наш. У всій нашій державі, на всьому Донбасі і, звичайно, у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у. 伫访问所哈尔科夫了，泽伦斯基正罕见地宣布开除当地一位高阶安全官员，并且批评讲，这位官员只敢若想到伊家己。 Розібрався, звільнив очільника Служби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області за те, що не працював на захист міста з перших днів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а думав тільки про себе особисто. Які мотиви правоохоронці з'ясують. 虽然泽伦斯基无讲这位官员的姓名，也毋过乌克兰当地媒体报道讲，是哈尔科夫地区安全部门的主管罗曼杜丁。公司新闻陈伟林编写。 美国总统拜登因翁仔某自告去到德州迄间发生枪杀案的小学，替这罹难者敬会表示哀悼。伫现场的民众也要求拜登就要做出实际行动。拜登是当场甲因回应讲，伊一定会处理。 总统拜登翁仔姐来到德州罗布小学，替不幸过身的19个学童、2个教师献花，表示哀伤，并且甲学区的督学哈瑞尔和校校长古提尔瑞兹做简单的讲话。现场也阁有真侪关心这个社区，也阁有枪击管制的民众来遮。I saw things that are little kids, blood, dead. I'm happy he's here, and I guess just stop selling guns. Period. I'm retired military. Assault weapons are not for the public. 了后，拜登和受难者的家属，还阁有急救人员私底下会面。伫个要走进前，群众对伊的喊声愈来愈大。德州的法律规定，年满18岁会当合法买长枪，包含蜡枪，还阁有步枪。18岁的拉莫斯24时迄天举枪弄入去校园，大开杀戒。 苏当时拜登就痛心表示讲，会甲悲伤化作力量。美国有枪团体全国步枪协会对这个案件的家属致意，不过伊避开18岁合法买枪的问题。27即天伫协会年会顶悬支持有枪，因为这个月内底水牛城遮发生枪击案，造成10个人死亡。罗布小学这件悲剧再度引起各界对枪击公共安全，还阁有枪的管理做辩论。 公司新闻黄运玲编译。中国昨昏通报因的本土病例是215例，这代表上海甲北京疫情拢开始伫稳定路。不过，伫台北地区疫情却是颠颠倒倒，官方认为讲应该是另外一批新的疫情，搁再举起来啊。伫确诊新冠肺炎了，到恢复健康的民众排队准备要坐公车离开。 中国离岛通报本土确诊215例，其中上海已经有降来，慢慢伫咧解封。官方宣布6月初一开始，会有50项进行经济措施。民众若要去公共场所或者是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有3天内核酸检测证明。昨天，全市本土确诊病例出院114例，无症状感染者解除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324例。 他们将返回居住地进行健康监测。北京离岛通报新增加19例确诊，连续7天新增加病例数下降。官方讲，这波疫情已经有效控制掉，会大幅度放零管制措施，包括超过50座地铁站重新开放，各区的商场加公共场所只要限制人数就能恢复营业。北京疫情整体呈下降趋势，个别区零星病例均在可控范围，本轮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就惊讲疫情搁反弹，所以民众即马定定爱采检，也制造正大的商机。北京这波疫情以来，已经有3间核酸检测公司涉嫌违法，被立案调查。对即马定定爱做检测，真侪人也是希望会当较自由的。感觉这个人们还是期待一个自由呗，还有这个正常人的生活，基本上这么样的。 上海、北京已经有小可较降来，不过东北地区已经是起起落落。吉林省二被通报10例确诊，而且是感染源不明的本土病例，有慢慢向内陆传开的情形。一那辽宁新增加8例确诊，官方认为是新一波的感染。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尼泊尔，昨有一台世代无人机拄起飞无偌久就失去联络。伫无人机顶头有22个人，目前下落不明。也因为天气不好，目前暂停搜救。打算今早起会搁再进行找找工作。天也嘛，天气阁无好，军方发言人讲，对失联的塔拉航空搜救行动暂时停来。塔拉航空这台 DH-46上水拖飞机是29自波卡拉出发，要去真侪人爬山的乔姆松，要飞20分钟。र त्यसमा 3 जना चालक दलका सदस्य हुनुहुन्थ्यो र त्यो जहाज चाहिँ उडेको 15 मिनटपछि सम्पर्कविहीन भयो।飞机失去联络了，军方认为有可能是伫乔姆松以南32公里的离体地区附近。路透社报道讲，尼泊尔民航局迄天的新闻稿是讲，至少有一台搜救的直升机，因为天气无好，无找到飞机就飞转去乔姆松。那天气较好就会继续找，大家拢伫咧太平。 दुर्घटना भएको खण्डमा पनि जीवन रक्षाको केही हामीले तत्कालै त्यहाँ पुग्न सक्दा उद्धार गर्न सक्ने खालको केही समय रहन्छ कि भनेर हरेक पाटोबाट यसरी चाहिँ हामीले塔拉航空讲，飞机顶有4位印度人、2位德国人、13位尼泊尔人，还有3位机组员。根据航班追踪网站讲，飞机是伫普卡拉以北的山区附近失去信号。世界上有14座8000公尺以上的悬山，其中有8座伫咧尼泊尔，包括圣母峰在内，是真侪登山者要挑战的所在。不过山区的地形崎崎徛徛，只个人设置简单的机场，也因为天气变化大，发生过真侪航空事故。 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接续直接看来看社会事件，演艺人员郭彦均进前伫咧网络顶头讲，因为确诊有真侪囡仔拢已经往生，去互指控讲伊是伫咧乱讲假消息。国民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讲政府利用公权力伫咧打压言论自由。调查局表示讲，一个推特人头口座叫做赤红帝。 过去就常常伫咧放假消息，怀疑即届也牵涉在内。目前正在调查这假消息的来源，也会查明真相讲，敢有这个境外势力伫背后操作。记者会开始进前，身体感染新冠肺炎过身的囡仔默哀。30国民党开记者会，继续听艺人郭彦均反对政府利用公权力打压人民的言论自由。 我们要问苏贞昌，你真的觉得要死多少位孩子，你才觉得够多呢？网军追杀还不够，还要用国家机器来追杀，我们难道没有抒发我们心情的自由吗？那我们认为这次的执政党的运作是过于强烈，那我们认为应该去捍卫这样的言论自由。因为分享甲医护朋友的对话，郭彦均一句真侪囡仔拢走啊。 被指控散布不实的言论，行政院长苏贞昌发讲要甲人发办，代志愈闹愈大，国民党是质疑政府动行国家机器打压言论自由。就算是郭彦均伫咧事后已经删文道歉，不过相关消息已经伫咧网络顶四过团。调查局讲，敢若是有内容农场伫咧操作，四过团已经介入调查。且该讯息疑似是遭受内容农场操作，将其广泛散布。 本局将会针对源头溯源追查，并将厘清内容农场文章有无协力者共同造假，或有无来自境外势力借机介入操作。调查局讲，推特的人头口座是方的，伫咧过去就是造谣的累犯，故意编传不实的消息。这边敢若也有参加其中，目前正伫咧溯源追查，找出幕后的散播者。根据法务部统计，民众散播疫情的假消息，自疫情开始了后。 一直到今年5月中，各地检察署已经起诉93件，103人。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职棒昨昏伫咧台中举行比赛，有一位民众说话讲，未全量拢伫咧拍假球，甚至对这球员比中早甲这球员呛声。职棒联盟甲比全球团为着个人的名声，决定要告这个民众。 中华职棒自到暗时伫台中洲际棒球场为全量出战地主中信兄弟。第7局后半场，中信兄弟的选手江坤宇和为全量的投手牵一粒死球，现场就球迷大声喊讲是咧拍假球，声音拢互转播单位录甲清清楚楚。应该没事了哈。对。这个民众随讲互翕到，走去为全量休困区边画休，甚至跟对球员比歹看的手势。他到底在想什么啊？ 还比中指，这是怎样啊？
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人员甲警方找到一个查甫人，伊讲家己姓李，而且是老球迷啊。伊批评这个比赛有拍假球。我觉得是打假球，我觉得是打假球。联盟认定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妨害比赛进行，且警方甲伊带离开。中职甲为全量的球团嘛，伫官方的媒众页发表声明，认为这个观众黑白化讲拍假球已经伤害球员甲球队的名声，所以决定要甲告，而且要永远禁止伊个入来球场。联盟已经提告，我们要全力的遏止这种不好的行为。这个联盟以及我们球团这边有针对这个不实言论的部分有提出告诉，那我们会将这些资料一去传送给地检署来侦办。因为中职过去就几若摆红讲拍假球、拍歹名声，这几年真无简单，才好淡薄。包括进前都球迷伫网络暗指统一赛投手拍假球，联盟甲球团拢赶紧采取法律保卫名声。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新任副院长李鸿鈞今仔日正式就职啊！监察院长陈局致辞的时阵表示，这个职务已经等2年拢无人来做，认为李鸿鈞会当受到无共党派肯定，真无简单。跨党派的支持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职缺这个悬缺了将近2年的时间，我想陈局院长扛起很大的责任，也非常的辛苦。我给院长报告，今麦开始我礼拜院长有啥物代志尽量交代，我会尽量甲你分担。李鸿鈞也表示感谢总统蔡英文对伊的信任，提名伊来挑战监察院这个位，也感谢立法院对伊的认同。李鸿鈞强调，监委是独立行使职权，监察院的工作也会甲大家做伙来分配。国家法修正草案伫民进党立委人数优势之下，今早起伫立法院会三读通过。国民党团批评执政党替前总统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除罪化。不过，民进党团强调这是历史的强劫，法律公平性的问题，袂使替特别费案件受法解套，说漏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无处理，这也是转型正义的一部分。内底抵抗泉水的塑胶杯仔沙粒，就为主席大厦牵过。国民党立委不满民进党立院党团用人数的优势来删脱国家法第99条之一，要替前总统陈水扁国务机要费的案件来除罪化。民进党立委手提棒仔热烈，不过议场头前孙中山的画像也是红结一空，因为烦恼有人会受伤。民进党立委罗致政要去做公亲，不过双方煞发生冲突。会议主席也就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是继续进行议程，伫规个乱糟糟的场面之下完成表决，赞成的有57票，反对的32票，完成三读的程序。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会计法第99条之1条文修正通过。在野党团当场是表达因的不满，质疑民进党是替个案的修法。过去特别费的修法是在乱搞，现在国务机要费的修法也是在乱搞，这都是一个个案的修法。今天是立法院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最黑暗的一天，为个别修法，尤其在疫情这么高峰的时候，国民党团表达最严厉的抗议。时代力量党团嘛要求执政党都要公开核实的。而且由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宪法的规定，针对这个案件提请立法院复议。不过，民进党团强调讲，这是历史强业，国务机要费就是特别费，袂当干那有特别费案件的修法。前总统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这个案件煞无处理。国务机要费和特别费，事实上都是历史工业，都是转移正义的一环。这个是一个法律公平性的问题。三读通过法案内底有讲到民国95年12月31进前，各机关自用的国务机要计划费用、甲特别费，相关人员财务责任拢看作是解除，袂追究行政甲民事的责任。若涉及刑事责任的袂处分，这嘛代表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这个案件，就会安尼来解套。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疫情大爆发，真侪确诊者拢改用视讯看诊。新竹市政府注意到听障者沟通有较困难，即马要提供线顶看诊会当申请手机翻译甲听拍服务。即马要真侪县市也拢有提供线顶看诊的翻译，互无共款的族群拢受到重视。医生用手机视讯问病人身体情形，并且做记录，对一般人来讲真方便。不过，耳孔听无民众听不到医生讲啥是要安怎的。我的女儿、儿子、媳妇或是兄弟姐妹都可以帮我打电话通报，万一确诊有什么症状，可以代为沟通。我想新竹市社会处若提供手语视讯服务，那么我一旦有紧急状况确诊了，就可以马上通报。朱明才希望会当有线顶的手语服务，那呢就唔免阁拜托厝内人来斗相共沟通。新竹市政府注意到这种需求，所以无论是问防疫的相关资讯，或者是视讯诊疗，拢会当申请手语翻译加听拍字服务，会当用手语翻译派遣堂口线顶有效。现在新竹市其实有针对马偕啦、国泰啦以及国运3大医院呢，其实都有预约的疫病专诊的协助。那其实我们在新竹市有非常多的诊所呢，其实也都可以安排呢预约视讯。那假设今天真的有医疗上的需求的话，那一样也是透过我们手翻中心，然后来去跟医院进行预约。那这样就可以进行3方的视讯服务问诊。新竹市整合便方便加沟通服务，互耳孔听无的民众对派遣堂口预约看诊的时间，手语翻译员或者是听拍字人员就会照迄个时间上线提供服务。因若其他县市的堂口拢讲，耳孔听无的民众若确诊、视讯询问或者是诊疗，拢会当申请手语翻译、听拍字。不过有一寡县市也无这种服务的经验，需要开淡薄时间先甲医生沟通。另外，有听力障碍团体也注意到，无亲友斗相共的听力障碍确诊者，伫隔离时阵对外联络无方便，所以因成立送药啊甲物资的志工团，提供湘北地区的听力障碍民众生活支持，互因袂孤立无援。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消毒，有真侪民众会去买这紫外线消毒灯。进前行政院消保处有去抽查，虽然抽10件，这10件拢合格，不过这 UV 的强度确实会影响到咱的健康。为了要对抗新冠肺炎，真侪民众拢会去买紫外线消毒灯来消毒杀菌。不过伫最近，行政院消保处伫咧实体店面也个电商平台抽查10件市面上所买的紫外线消毒杀菌灯。结果发现，虽然检测的结果全部拢符合国家标准，不过伫咧光化学 UV 危害部分拢是高度危险，也就是经过短时间或者是瞬间照过了，光源就可能造成皮肤的危害或者是感冒险。虽然在品质上没有所谓的会立即产生爆炸或者起火燃烧的这样一个品质上问题，在这实践里面，它仅予标示的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不完整，或者是或引人那个错误的一种方向。消保官讲，虽然这10件商品的光化学 UV 危害拢是高度危险，也拢有延前开关、定时开关，或者是人体侦测甲关闭等无共程度的保护机制。不过，伫咧警告标示内面，即个一件有伫咧机器顶头完整标示讲，应该伫咧无人、无动实物的情形之下使用，也个唔通作为掠网仔灯或者是一般的照明灯。5件已经改正，那么相似漆的部分已经下降。这10件商品其实它各有保护装置嘛，那只是说保护的那个强度不一啦，那有一些的保护装置，它是必须要搭配消费者的一个正确使用。才能够达到那样的一个效果。对市面上紫外线消毒灯，经济部标检局讲，会继续完成相关规范的制定，未来也列入强制性检验商品，也就是只要通过商品的检验才会当卖。消保处是希望民众伫咧使用紫外线消毒杀菌灯的时阵，一定要看说明书，注意伊的使用注意事项，才会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礼拜5就是5日节啊，不过伫咧台东的饭店订房率只有2-3成，代替的车票也是卖了8成左右。台东县政府今年有特别替外县市民众安排回乡的专车，目前这火车的订位呢，也有剩3成，因为疫情严重，这年假对真侪店家来讲，真歹准备材料。
台东县确诊的案例累计已经超过1万例，疫情当地军甲。最近台东市的夜市啊，会当讲是拢看无人阵，生理是规个土乌土。这个拜六礼拜就是5日节，连续3天的假期。因过5日节进前，夜市的贩啊早就已经准备好食材要卖。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夜市的贩啊是真烦恼，讲到底是要传料来卖无？火车他们有我们所知道的讯息是，他们可能也不加班，疫情的关系，所以摊商也在面临备料与不备料的之间，也是两难呐。 5日节去台东佚佗的游客会有偌济？台东县旅馆商业同业工会预估，到目前为止，台东县的饭店陆续平均的订房率才2成至3成，也若代替订票的比例，无加开车帮票才卖出8成尔。连今年县府替县民租代替的列车，加做回乡甲收假的专车，嘛有3成外的票也无人买，人丁减真济。疫情比较严峻，所以可能也。 这个直接就影响到整个这个订票率。疫情影响到大家的出游心情，所以确实对这个我们台东旅宿业者影响非常大。台东县夜市的贩啊，甲旅宿业的业者是真无奈表示，疫情已经影响观光业2年啊，呼吁政府会当重视疫情影响真济行业的问题，希望政府会当规划出更较完整的进行方案，互观光业会当继续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5日节，特别到南投玻璃电工所有办一个亲子活动，和时代甲囡仔做伙来白粽，也有现场办香菇做香菇煎，囡仔会当透过实际参与，了解到实在生产过程。 5日节佮好做肉粽节，不管是北部粽还是南部粽，处理北的上好食。南投玻璃电工所即阵办一个体验活动，互老爸老母带囡仔做伙来白粽，现场搁袂少时代店边啊加美角。 香菇换肉，还有虾米，因为妈妈教我的。第几次绑？第3次。绑粽子好不好玩？好玩。好玩呢，这安尼搞到逐只米才袂走出来，安尼，这安尼落，安尼。 这个甲这个熬好，安尼就夹走出来，安尼就是夹啦。香菇猪啦，菜包一束啊。啊，若无香菇会影响到较无香，菜包有咸，食了后摆粽才袂胖哦。 现场嘛，互囡仔体验焖香菇，斗阵做香菇煎，互囡仔了解香菇这项食材，佮知影要安怎来料理。有食佮有掠，大家拢真欢喜。做香菇饼还可以用来干嘛？吃，还可以包什么？像这样子。今仔体验白粽啊，甲体验咱来做这个香菇饼尤其是今仔有个3代同堂，这正好就是讲会当互咱每一个家庭，佫会当讲会晓白粽会晓煎咱的这个香菇饼，互咱的这个食材为产地到餐桌，互咱一系列活动。公所办的这个活动，甲市农教育结合5日节，透过白肉粽煎香菇煎。 毋若行销玻璃特产香菇，嘛希望家长带囡仔亲身来体验，更较了解在地农业生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宜兰打客跑马古道顶日有民众发现讲有3个民众骑重型奥多巴入去迄个所在，这条路呢是1公尺宽的古道，即期因甲这亲子爬山步道当作是快速道路，毋若会去弄着人，也会破坏环境。 林冠纯表示，讲目前无法规甲因处罚，敢若会当甲因扣劝。毋过，若准来破坏在地设施，也会要求赔偿。3个重型机车的骑士，因甲这个重型机车驶到展木仔路顶悬。毋过，这是打客跑马古道、展木仔路甲步道，这拢是罗东林管处因用人工做出来，这是要民众爬山健行用的。重型机车吞到顶悬来，这实在是伤害的，影响到环境，还有爬山人的安全。如果你重机要过来的话，当然是比较不妥适的。而且那天看到有1岁多、将近2岁小朋友这边走。 这样不是会造成家长还有孩子的困扰。爬山的民众无法度认同这款行为，重型机车会当徛因家己的路，应该就是爱甲行人的健行分开，无应该甲这个山区的道路当作是越野道路咧徛，安尼无顾虑到爬山人的安全。
那当然，动力车辆进来，有可能会造成危害。爬山就爬山嘛，你汽车有汽车的道，公车、汽车有汽车的道。另外，其实步道都以土木阶梯、木栈道以及土面为主，即使重机这样骑进去，也会损害到步道的主体。罗东林管处讲，自然步道这算是开放的场域，目前是以行人为主，这无法度通发。不过林管处的加强人员来这巡视，佫会彩牌啊，甲人讲骑车唔通入去。有的路段伊较下佫无平，安尼会惊讲这个骑士发生意外。骑车伫个人行步道顶悬，也佫会互这个路绑去毁损杉木啊桥。这步道设施拢是林管处因家己做的。假使讲若是有算断着，就会叫因赔。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有人伫咧放步生假，甚至是无头路，真侪弱势家庭因会减少收入。伫咧台南市社会局统计，今年1月到4月申请案件平去年同时间增加要到3成。社会局除了邀请企业捐物资以外，也欢迎民众捐物资甲善款，帮助弱势民众。架顶摆满满的生活物资，包括罐头、泡面、沙拉油，该有的拢总有。这是台南市社会局设置的食米爱心银行，为2019年设置到今，已经有大约30个据点。尤其最近疫情滚假，未少弱势家庭的收入减少。经过社会局统计，去年1月到4月申请物资有1694件，今年增加到2191件，案件成长率要到3成。那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多的家户也受到这个失业或者突发事故致生活陷困或者是因为待业或无薪假致生活陷困这种情形发生，需要协助的弱势家庭。服务的对象是实际住伫台南市，经过社工评估符合资格的家庭，配点来领物资，尤其伫疫情期间是更加重要。台南市长吴伟德是亲身来招各界加入家户。这个尤其在疫情之下我们大家其实很多弱势的民众生活会更弱势这个物资从哪来？第一个当然是各方的好朋友大家捐书的，另外一个部分政府也要如果捐书不够，政府也要采购。另外，中央宣布要予中介收入户1人5份免费的快筛。台南市社会局29嘛加派骹手来分装，按算30就会送到各区公所来发放，加强对弱势族群的防疫甲关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日月潭边仔的头城盆地，因为特殊的染土地质，打伫顶面会渗一个渗一个，互人感觉讲这个盆地好亲像是活的，请真侪游客来遮佚佗。即马也已经甲伊登录做国家级的文化景观啦。软渗渗个拢拢，民众踏伫即块地小可行行，毋过个真心熟。即个若亲像水床的草坪，就是南投鱼池真出名的活盆地。人踏伫顶面袂沉落去，毋过若是插棍落去，会使发现伊有超过60米遐深。我以为是好像会摔到那个水田里面那种感觉，脚拔不出来，可是没有。主人非常用心，他用了那个网子安全的种在这个草上面，所以你走在上面的时候不会掉下去。然后好像在百万鸣虫那种水虫的感觉这样子。传说讲，原住民的祖先为着救白鹿，发现日月潭。即马咱看到日月潭，就是古早的月潭。日潭后来变做投射盆地，也因为有机物伤济无法度分解，年久月深，豆豆粒石就变做是落高梅共款的染土。先人搁上坡铺土来做田，以咱的形成铺田这款特别的现象。因为这投射古日潭福田这个活盆地已经化为文化资产，今年我们把它上面加了益草席，就让游客可以不用换雨鞋，就可以轻松的很尽情的来体验。那旁边又有水色柳老树，就全世界最老的水色柳老树。这除了做是文化景观，边仔还有金针花甲水下柳的老树会使欣赏。活盆地地主也特别铺网仔，放雏鹰的网仔，互游客来遮会使耍甲真欢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发生战争，影响到油价大起。德国有经营马场的头家，归去坐马车上班。另外，伫菲律宾也有石油公司推出手机 App， 互民众知影讲这油价较俗的时阵，会当买一寡油先买起来夹。
甲马看出来，伫咧因的身躯顶套一寡装备，连到后壁的车厢，出来经营马场的食谱巴赫，塞马车去市区上班。Also ich muss mein Auto 2 bis 3 Mal im Monat tanken. Also als der Krieg noch nicht war, da habe ich das 2 bis 3 Mal im Monat für 80 € getankt. Und als ich das erste Mal dann, ich glaube, für 140 € getankt habe, da habe ich gesagt, boah, nee, so geht's nicht weiter. Also das war dann so dieses Ausschlaggebende. 33岁食谱巴赫住伫咧德国西部，出来经营马场，自细汉就会晓骑马，大汉了就伫咧训练马，经营一间技术学校。本来上班拢是开车，一段路6公里，开车15分钟就会当到学校。因过受到俄战争影响，国际制裁俄罗斯，油价一直起。所以，伊就决定要换交通工具，塞马车上班，互伊一个月油钱会当省250块欧元，要甲大票8000块。不过因为马车的速度较慢，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怎么变做40分钟，而且又搁要喘1点钟。大家伫咧路看到马车经过也真好奇。Schaffe mit dem Pferd zu reiten, dann spare ich so um die 250 €. 德国有人塞马车上班。菲律宾有石油公司 COYO 开发手机有买石油的 App， 后面将伫咧油起价进前先用手机买油，等到要用的时阵，就去石油公司家己开的加油站加油。35岁巴家巴讲，普通时上下班加出门耍拢是骑奥多摆，所以油若起价，伊就会增加真侪支出。巴家巴讲就用 App， 伫咧油较俗的时阵买较侪咧，伫咧过去4个月来，伊就省差不多50%油钱。也毋过，财务分析师讲，伫咧价效较好的时阵买，虽然会当省钱，也毋过若你买了后油煞降价，你就算袂划，爱特别注意。这个 App 是2020年COYO公司开发，迄当阵汽油1公升只敢若20披索，无到10块大票。也毋过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被制裁，菲律宾今年3月油价8000到要加81披索，超过大票39块，所以大家拢伫咧抢油，互 App 的用户就快速增加到20万人。3月中的有买汽油的销售量，一天就超过200万公升，差不多是2月规个月的汽油有买量。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下播报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28度到34度，苗栗到云林对31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30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9度到3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4度到32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